不是你的，誰叫你看到這麼重？你不服氣嗎？也沒用處，爭不到愛寵。最美如何和舊相擁抱過活，你終於都要懂。現在你會很痛，然而捱若干天鬱結就痛。而抱實含淚受苦，天對你不公。能完全捱一刀，如何才能得到？回溯這法自決，記住挺直腰骨企好。遺憾既然已是定數，終生跌下去，難道更加好？求同情求安撫，是再想跟透露，不自救，如連不可，你若聰明，該早點找到出口，縱有仇別報，又是這追生物，何懼毒我？我從前曾